是什么？想不通，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人生在世，经常会感觉这个世界真小。本来素不相识的两个人，却发现其实颇有渊源。妙莲，也许是善缘，也许是孽缘，人们总会很神奇联系在一起。一般我们把这种偶然称作为命运。就在2014年，出现了这么一部让人吃了炫迈一样停不下来的穿越神剧。无论从演员颜值还是华丽的服装美术背景，都是史无前例的。太重口味了。它为全民审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我要！整个剧组就这么多人，没钱请群众演员，就利用真的群众，一个道具来来回回用10几次。而传说中的西域贡品，居然是2.5块1斤的国产香蕉。我减肥呢。夸张的造型，再配上洗脑的对白，这顶绿帽子足足戴了1000年，真的是……可以说，太子妃最污，拐皇最魔性。剧中主要讲述了一个叫冯峰的文艺女青年穿越到了古代，遭到了霸道皇帝的热烈追求，然而她却喜欢上了一个小和尚。好帅！这次李欢能为冯峰留下吗？你还会与朕一起站在这里吗？太后娘娘，大将军他们追上来了！我害怕！太后娘娘，怎么了？冉冉，我求求你了，太后娘娘平时待你不薄，请你放过她吧。柳儿，退下。太后娘娘，皇上，请跟冉冉回宫。放过皇上，我跟你回去见将军。太后娘娘，你带皇上往山上跑，我来阻止他。柳儿，那你小心。冉冉，你可放过太后娘娘吧！叛徒，我要打死你！皇上。
人真正变得强大的时候，不是坚守骄傲的自尊心，而是连自尊都可以抛开的时候。李欢，我会等你。如果此生不行，那么还有来世。慢点，喂，到哪儿了？哦，您的外卖马上就到，麻烦您稍等一下。快点的吧。好，好，好，马上，马上。你家碰瓷儿呢？看哥长得帅，是不是叫鹅哥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送什么外卖？一边玩去吧啊！喂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出了一点点小意外，我马上就赶过来。啊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这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变成孙悟空了？这就叫腾云驾雾。皇上，你快下来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六儿怎么跟太后娘娘交代啊？皇上，拓跋将军虽然篡位，但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呐！啊，皇上，啊，那好吧。六儿子，你还是那么笨。哎，哇！哎，圆圆，快看！哇！哎，刘儿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不会就是凤章玉娘娘说的那个现代吧？啊！我是拐了皇帝到现代吗？你没事吧你？午餐变成下午茶。再说了，我点的是人吃的东西，不是这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们今天吃的饭菜全都免费。哼，你把我们饿到现在还想收钱啊？哎，你这儿是不是进水了？赶紧收拾干净，走人。哎，你说他凭什么配得上我们的男神叶家，还有股神李欢？你说他到底是绿茶的，还是花茶的？这又没胸又没屁股的，要不拍个照片发到网上问问？过来。哎，你干嘛偷拍啊？送餐迟到是我的错在先，你骂我就忍了。你又偷拍又搞人身攻击的，你们又是什么品种啊？你放手，还给我！还有，带上你的垃圾，滚出去！你们不是说这些不是人吃的东西吗？我看这些东西啊，就该给你们吃。你骂谁呢？我骂人了吗？Sorry，
一时嘴快没忍住。你看，先是男神，又是股神，这会儿连小鲜肉都去招惹。各位阿姨、大姐，想必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吧？像刚才那样的泼妇骂街行为，不用顾及公司形象吗？阿姨、大姐、泼妇，好男不跟女斗，闪！别走啊！对不起啊。什么女人呢？这么没礼貌。你好，我叫黄辉，25岁，硕士在读，本市户口，单身，白羊座，无不良嗜好。你相亲呢？我叫冯芳，刚才谢谢你啊。你就是那个网络小说家冯峰啊？说了你可能不信，我和我妈都是你的忠实粉丝啊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在这工作？没有，刚来面试，本来准备来这工作，就在刚刚放弃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和一群泼妇一块工作啊？Sorry 啊。饿了。好了，把手拿出来吧。我这左手已经被你打得手无完肤了。那就换另一只手呗。别动！别动！你叫什么呀？疼！哎呀，成功了 ！Yes！ 我来帮你。不用，今天你是我的客人，快坐。哇，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菜啊？嘴巴还真甜，快尝尝吧。好吃。慢点吃。幸好不是周末，要不然我真没有办法享受你们的 VIP 待遇，有老板娘陪我一块儿吃饭。就算是周末，你也是绝对的 VIP。真的？我这店里平时都没什么人来。谁说的？我这个忠实顾客不就来了吗？快坐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还把我最爱吃的菜都做好了，抱抱。好了好了，来了新朋友。你们的口味都差不多，快吃吧。这谁啊？这位小姐，我这么大只在你面前坐半天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你好，我叫任静。黄辉。静静是我们店里的常客，救死扶伤的人间天使，未来的大医生。就他？黄辉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今天帮我解了围的大恩人。就他，手无缚鸡之力。黄辉单身，硕士在读，白羊座，本市户口，无不良嗜好。你把我的自我介绍都记下来了？啊，哪有人这么自我介绍的？移动版人肉征婚啊！哎，你今天第一天工作，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老板长什么样都没看到。那你没见到，怎么给人家看病啊？隔着块帘子呗。现在的有钱人真是任性。也不知道他是到底长得有多丑呢，还是毁过容呢，还是脸上有个疤。换位思考一下，还不知道是谁长得丑。哼。
小美，你到了没？我已经武装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现在没以前那么红。昨天从机场回来，一个人都没有认出我来。好了，快点啊！是否与叶波断绝了联系？你们还会联系吗？电影《拐个黄金魂》现在停止拍摄了，你怎么看？你的前男友李欢呢？在国外是吗？跟他还有联系吗？可以回答一下吗？不是，你们千万别误会，别误会！让！柳儿，怕什么？抬头挺胸，朕难得为父出巡一次，受万人敬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走！皇上！皇上！这么大个家，说没就没了。也不知道叶波他过得怎么样了。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你还是那么美，还是那么眼光四射，而我已经从小鲜肉变成了猕猴桃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哎呀，皇上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是恶物！怪物！这下竟然有怪物！阿黄，我的。皇上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休狗碎大事！哇！嗨！皇上，给。哎，皇上，你哎，月之下，疼！哦，朕明白了。哇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！好了，哎，朕让你当朕的贴身护卫，保驾护航。这位公子啊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福生。福生，在上。是。峰峰，我想来这儿做兼职。啊？喂，打工还是泡妞啊？店里就小猫2、3只，用不着你帮忙，也没钱付你薪水。我说过要钱了吗？我是来体验生活，做义工。峰峰的店虽然不挣钱，但也不至于悲惨的要你来做白工，动机不纯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都是这个家伙给我气的。
没事儿。也许在你们的眼里，我做的是个赔本生意，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生命。但其实我开这家店，是为了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等一个不知道是亲人、是爱人，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。